Ôi, hẳn bằng hẳn chẳng. Bây giờ là bao nhiêu là这边？煮那么久还要怕什么？它不会烧了你嘛。好了啦，不要了，等一下姑姑长到有了。好了，好了，好了，去那边。休息休息。Ini namanya mie kue hua ya. Mie kue hua,粉红色的，cantik ini. 嘿，好吃啊！哎呀，我知好吃，我知影。我们是老人家，有没有难？看清。好了好了好了。那个椰子丢掉，老板帮忙掉了，弄掉。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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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这切块好吃啊！哎呀，那个椰子呢？高丽菜卖完了，高丽菜卖完了。Dikasih murah ya. Ayo dia 1 块. Wis tak angkat ke sini teman-teman. Seperti ini banyak. Sayuran ibuku yang paling banyak. Isen, 姜梨花、姜梨猪、姜。Sampai ya. Kira-kira 40 orang. Hai mươi càng hai mươi thinh vào tao nằm bên nữa. Dedaunan ya. Seperti ini. Sebanyak ini teman. Yo renek wong sing belanja sebanyak ini. Yo sebanyak ini. Kopian. Bye bye, Thai. Bye bye. Bye bye. Kita menanti jemputan di sini. Itu nanti gotongin sayuran segitu banyak ya Allah. Yang belanjanya paling ugal-ugalan ya nyonya aku, tak terkalahkan. Segitu banyak ya. Kita turun di jembatan gini.因孙伫遮读啊，所以美方伫遮啦，他都要过来。啊，报告。洗头发啊，灰尘也有。哎呀，灰尘呐，要出一粒把它弄。大家即摆拢到边人合作吼，有爱请教，特别无聊。大家分担对，我考虑说，我就唔敢叫菜，唔敢叫菜的时候，讲到半点，这家餐厅好啊，歹我唔知。Yalah, jam 5 ya, nyampe rumah capek banget, nyonya aku mau masak. Gebrakannya pengen masak, ya. Seperti ini. Ya. Tapi pun saya中午去，这道菜应该不太累的，会打3天打的，不当这个。
손자. 고개. 손자. 이거 인사 돼다. 이거 그냥 아니 그게 많이 몰라. 우리 사도 손자. 고개. Berakannya remasak. 不是太太说那个吗？昨天硬冰冰不能吃吗？你这个没有冰还有？哎，太太是看看热没面包。没有，这个才会爱吃。啊，等一下再冰没有关系，冰箱没有地方。好了，关掉一下，休息一下。吃面包这个了，太太。它中间有起司的。西方应该。太太要打的是小的。看看有没有。Oh, 对呀，3 ai naga ai deh teh. Tatin hoa kita. Ta liber sa yo kanhan cengkang. Oh. Cari yo ita teh.你拿2个那个玉米起来，下去煮麻油鸡。Hả? Tóc cái chọc. Tóc. 好。Ini roti disupeli banyak banget kacang. Brandingnya ini adalah handmade dan sehat, nggak manis. Banyak banget kacangnya. Yang buat otak itu. Lại cũng là quả. Lúc nào cũng ra cái này sudah. Mana sih cuma dia. Itu salah. Ini masih salah lagi. Masuk ini.他们回来了。鼓掌要炒菜。抽油烟机在这里啊。怎么样？这个抽油烟机啊。厨房是那个。很好看呀。这个米酒对对。这个。啊？这个米酒啊。这个西瓜我切的，姑姑那个是昨天到现在呢，切一切给他们吃的西瓜。啊。有了，但是有怪味道的，有。酒的。放台酒也这样。秋天的。要买一块吗？Ya, Rahman ya, Rahman.
这个拿点拿点拿点。这个是什么东西？姑姑海红锅，把它洗一洗，用那个盐巴跟那个米酒先腌一下。对，什么时候要煮？啊，有。知影啦，阮阿妹你报告。哦，迄电视讲做几间？人哋知影，你哪唔知影？我哪唔知？你讲哪句你讲了知影？我唔知，伊话最讲伊讲，我若讲了无清楚，咱讲今仔日就无卖啊，我讲今仔有卖。你话有卖？我才有卖。你叫我听听无卖？啊无啦，我无啦，阮阿娘传来互我啦。啊，伊就伊直接甲我讲啊，无鸡吧，猪吧要到5块多。人拢传咧咧买到无好啦，你再买到就讲无差，无差。中央票你只要。没有，我先查一下。鸡肉要杀那个菜回下再鸡肉。这个不是到了？啊，到一半来半。你无聊三人这个样，不要紧，给恁煮啦，给恁。我若无食啊济啦，你蚵仔摕来你嘛有煮，但无啦，啊，太热了，哦，三四点对吧？煮啊水煮啦，免然后啊，那是煮煮啦，好笑，你讲伊个对哦。有啊，你袂讲，这当要上嘛对不对？我唔知啦，开玩笑。先放在那里。姐姐的大砖头，啊，你就进暗时进来烧烧水，我昨尾口嘛进头，我等于进烧水，进来我进烧水，进一年吼，我就多弄烧水。你这个不好整。韩国那个比较好吃。我嚟无啲人呀，你一缸有啲嘛无效啊，应该我是。那个白菜花不杀一下，高丽菜不要杀的，高丽菜不要杀的，不甜。哎哟，你这保鲜钱嘛，才一解9个钟尔，你做事也无得甲做工，无得了去，人用这用摆就好，啊，阮这来摆。这个古trang的高丽菜更油诶，足油，不应该上好的。拿来做这个。我知影啦，你为什么要你炒水炒？你家己的代志，家己做。Terakhir mau ubah, digorengnya moh, ngakon tok ae. 我刚刚你用代志，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去解决就好了。跟你讲那么远，叫谁叫我们去？我们这很麻烦。就这样，我有个代志，就这样，伊比阮亲家较贵，可以加百几块。你欠运动啦，无啥物好问啦。是啊，就是只比阮亲家较便宜，你不能啥代志就你，我讲啊，你几岁啦？啊，代志你麻烦你一下。这个剥了没？那个剥了，我这样剥行不行？可以，我有赶快杀。你爱上班先，你去看。啊！你啥代志爱麻烦，小我代志也讲。好去就好，我是想安尼。无我。对啦。我讲是有勇气无勇气尔，都可以，很多方面啦。不要讲没有勇气。啊，你有勇气，你那我勇气去面对你自己所做的事，你要自己去承担呢。啊，我跟你讲啦，我4月9号他就给我讲说，这个人已经不在那个了。对呀，那没错啊，他就意思说没有这个人啊。对啊。啊，你有易主，你的生辰八字本来就是不准的。我本来就是4月9号，不要说不准。本来就是4月9号，而且你不晚，赶紧晚报啊，到时会查甫。啊，我晚报啊，对啊，我不能晚报是4月9号啊，都不准了。啊，两天就跟你讲嘛，对吧？而且这样新闻节目。好，我都不相信，我不听，你们不要再讲这个伤感情的话，我不听，啊，这样可以吗？好，不听好了，不听就啊，你有，啊，我要信基督教，好，来了，可以。这样子，你想要讲嘛？唔加照。我拜，啊，我两拜，我无拜啊。我无点香尔，我有拜啊。你我哪就叫你娘去咯，少过阮遐牧师。哦，啦，你叫伊牧师来洗咧。我免洗咧，我欢喜就来拜拜，不欢喜我就无。可是我告诉你，江宇，不要这么生气，话不要这样子讲。你要信什么都你就随便。我们就基督教也可以。他每次说我没有拜，他没有拜你，我有拜啊。他这样讲，我也没有拜，他也是在念我。你就说我有拜，我们没有拜。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有拜啊，他每次说我没有拜。啊，那个基督教在好了，比较简单，不用教就可以的。我们外人不怎么样。不是啊，姐姐讲话都讲。哦，这样听到白讲。好啦，对吧？其实我嘛拢无咧拜，哈。啊，我嘛拢无咧拜，啊，我就标到厝诶顶是伤忝，啊，我就叫阮囝拜，阮囝转来我就叫伊拜，安尼就好。那我本来是要甲请伊去，请去到。那个没有你的事。这个要洗一洗杀杀，上面有字我的意思什么？这个要洗一洗要杀一杀。杀一杀再去炒。因为点点我两姐点分互阮拜啊。我说我无咧点，最熟悉的啊。哎呀，我那边有，你就讲有拜。啊，酒也是，对无？无啥啥，对无？啊，我讲这就是你的业障，我那个方法就不用接了，我听听就好了啦。那你没有事，你听听就。他有经验，他说他练100多遍，话语少，个人。好，那个讲起啦，个人信用。你拢未亏挨，你也无亏挨，你就袂亏挨，好良心，好良心。啊，我得咯，你莫讲伊，我刷盐，你们刷盐，伊也好伊也拢袂刷。哎呀，你个讲什么太了解，你有大志呢？
我唔记得饭啊，我头那时候，你头那哎，要放点盐巴跟那个。大家说不要，不要了，我都都没收。你在做汤啊？都倒进去，倒进去嘛，加水两不要的。不推哥哥米收有咸。那你放点盐，酱油那个米酒给我，我没有。阿妹加那个上话，我以为他加加点啊，这个阿爸去点啊，你阿好放落。啊，你放鱼我放在哪里？啊，你先放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要难一点点的。对，这个鱼又会咬你，干嘛不放海来？他妈你怕什么？那煮那么久。没有了，我有拉这边。煮那么久还要怕什么？它不会烧了你吗？好了啦，不要了，等一下姑姑脏到用了。好了，好了，好了，去那边。休息休息。等一下几点要来吃饭？吃不多也是要来吃饭哦。我太太也吃不多，刚才我太太吃一大堆。那个木头那个在哪里？不见。老板，再来高，你讲你刚加，好了，好，好，好，加油加油，好。那个麻将也坏掉，对不对？那个麻将坏掉，你们也好厉害哦！怎么样？你煎的都不会破皮啊！来来来，好了啦，哦，还没烂，还没烂，看看。我不喜欢很难吃，看看一下。不要，就不是看看。阿北，不相信这个铺的那么简单。如果你们都喜欢很难很难，他喜欢难难，不要那么紧张，那个不会那么快烂。试看看。刚才都没牙齿。啊，你要难一点，放电锅里面下去蒸。你把挺起就好啊。这个我吃不多没关系。好好好。我这个人很好养。很好养哈。因为大家都没牙齿了，知道吗？哎，鸡肉丢下去。还有，哎，有那个做牙齿哦。要这个丢下去啊。太太了，太太要做牙齿。有什么好生气的？他就是喜欢这样，他没骂我会难受。哎。两个传递是看心，两个传递出来，我都把改变到了讲。你那边想，来做一做。来看他变了，冰啊，讲冰口，然后传递变，不光讲什么传递变。好，谢谢。哎呀，这样好死，你如果来玩到我怎么死？我连生气我都不会生气，那都小事，人家小事，为什么一直叮咛我说不要给阿金讲？不要你讲，我自己讲这样就好了。不要讲，我自己再来讲。别靠近麦讲，你说你一直叮咛我说不要给阿金讲，我说我不会。说跟你说不要给阿金讲。好了，你也帮我开始了，别让我讲。我讲台你玩到我讲，我玩到你打听讲啊，我玩到你玩到打听讲，你玩到我喊你问讲问知啦，然后你问小米条。好了，太太，等一下去好了，等一下去。哎，这样好了的，不要太久的。好，可以啊。它不要太久，是不是？它不要烫太久。不甜的。哎，你好聪明。好了，不甜太太。恭喜拿出过，看拿出好啊，好的。哇，恭喜拿出多少钱？拿出多拿高的。你要听，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讲没关系，因为你有出现，那我就不能请我电话，我老公东家，我要跟你说什么？没有，那你再跟我拿点，你再跟我讲第一个事情，我说呀，没关系，你受到委屈不用马扣，我不要紧，我你看才能说，我同意嘛，我哪个马扣，我再让你我做，神有一阵，来到马扣，从到安话，你看你别很香嘛，还能买平啊，你别讲，我讲你。那你水可以要放多一点，不会那么多。这个已经是没有水了，可以了。太太喜欢水分多一点。对，它才会泡到。等一下啦，这个中让加了。这还不要看。哦，很棒，很像餐厅。OK， 看这位有加辣椒一点点，等一下太辣呀有。
这碗在这里，吃这碗。不要。好。Dụ vô. Sao có sang. Phần ý hùa. Sang bây giờ tiền. Hào tiền à? Anh phải hàng ngàn. Sân tự都可以吃。你那个是要烤先烤好。加多少这样 ？OK。全部下去。全部。对啊。我火才大才大，那个要如果没有鲜的太太，因为水很多，要不可不可以加盐巴？不要加，没鲜。再盐巴再一点点。他们喜欢咸呢。啊，不要吃太咸。那个鸡肝还没丢下去。Nah kalau masak gini adik tidak ada, nanti kalau makan datang semuanya. Ya, tangan rasanya ketekuk.有鱼有菜有这个还有什么麻油鸡，买葱，好吧。OK 可以，这。我很丰富了啦。哎，婆婆吃饭。叫他吃。好了，麻油鸡。可以。はい。